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珠寶長知識嘅時間，睇下我手上面呢兩條足金金條，其中一條係假嘅，大家估下左邊定右邊？開估之前，我哋先做幾個測試先啦。首先，我哋用火槍燒下佢，但係呢兩條金片燒極都唔黑嘅，亦冇氧化，唔似一般嘅假金一燒就黑。咁我哋就要用驗金嘅槍試下佢啦。好無奈，驗金槍都分唔出真定假，得出嚟嘅結果竟然係足金，唯有將佢哋兩條切開啦，睇下有冇分別。哇，真係估佢唔到喎！切開之後，兩個切口都係黃色嘅黃金，幾乎係一模一樣。咦，等一等，睇真啲先。右邊嗰條金條切口好粗糙喎，而左邊嗰條嘅切口比較平滑。原來右邊嗰條粗糙嘅就係假金。呢種假金同足金幾乎係冇分別，連收金店都會中招。咁究竟佢哋點樣做出嚟嘅呢？而家就同大家分享下啦。造假集團就係用磨到極幼細嘅內粉，以25% 比例混入75% 純金入面，跟住會用火槍將呢堆粉融化，倒入模具，做成一條閃閃發光、印有4條9嘅金條啊！呢種內金用火燒冇反應，測金槍又俾佢過關，切開先至睇到破綻。造假集團就係用鈉嘅密度同黃金非常接近，而且熔點極高，呢兩種特性呃過市面大部分測試機㗎，連收金鋪都中招啊！所以我哋買金更加要小心，要去有信譽嘅金鋪買，保留單據同證書，有懷疑可以送去認證嘅化驗所進行測試。記住，假金技術日新月異，唔好淨係靠火燒或者驗金槍，小心駛得萬年船，確保萬無一失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大家覺得呢條片有用，歡迎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啦，亦都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哋知你有咩想學想知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